没有。有一天你也会站在东方美人面前。哎，这怎么回事了？今天好像不是很。快结束了吧？就快到那个过关了，
可以了，从早是干到晚哦。来一个来啊！开放的现在开够了，等你啊！
全给他吃，全给你多。我操！在这饭店干嘛？对呀，我上次就是这个上海人。太平老街就全交你给了，我就带了一杯米光，我啥都不带了，包也不带了。所以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下次再说了，我还不这两件事情忙完了，然后喊认识了，关系很好。
他以为你一下子死了之后，他自己一个人没救人嘛，后来把一下子补回来了。不是想给你的，给的不想给你啊。我是讲的，这个人家不知道是啊，我们把你直接不抢走了。我的，人家不会这么说，连饭带汤啊。
请紧握扶手，继续行走或奔跑，不要看手机。照看好行人4人常见携带大件行李需手刹车。请紧握扶手，禁止行走或奔跑，不要看手机。照看好同行儿童，注意脚下安全。携带大件行李使用手